歷史上有冇敢同皇帝互毆嘅大臣？喺古代中國，皇帝被稱為天子，代表上天統治天下，擁有至高無上嘅權力。普通百姓見到皇帝，可能連抬頭望一眼都唔敢，更加唔好講同皇帝動手。如果翻查朝鮮王朝實錄，竟然記載咗一件相當震撼嘅事件。康熙晚年第一次廢太子之後，圍繞太子人選，朝廷爆發激烈政治風波。康熙原本希望群臣重新擁立皇兒子，但大學士馬齊等人卻公開支持白阿哥，令康熙勃然大怒。康熙喺西暖閣召見群臣時，痛斥馬齊，甚至一怒之下離開御座，親自毆打馬齊，而雙方一度扭打起嚟，場面令滿朝文武目瞪口呆。而馬齊直接離開紫禁城返屋企，令康熙指住佢背影，怒斥無人臣之禮極矣。不過需要說明，呢段記載主要見於朝鮮王朝實錄、清聖祖實錄同清史稿等，清朝官方史料並冇詳細記錄，所以學術界一直都有爭議。有人認為事件確曾發生，只係清廷刻意淡化；亦有人認為朝鮮使臣得到嘅消息屬於傳聞，未必完全可信。但無論真假，呢件事都引出一個值得討論嘅問題：中國歷史2000多年，究竟有冇大臣真係敢同皇帝發生肢體衝突？如果真有，又點解佢哋最後仲可以活落嚟？當然，真正意義上同皇帝互毆嘅情況極少，因為古代君臣身份差距太大，大臣一旦對皇帝動手，基本等同造反。但歷史上確實有幾次，大臣因為直諫、憤怒或者政治衝突，去到幾乎同皇帝動手嘅程度，甚至真係令皇帝受傷。最出名嘅例子之一就係漢朝嘅朱雲截攬。故事發生喺西漢成帝時期，當時漢成帝沉迷享樂，朝廷政治逐漸腐敗，大臣朱雲就非常不滿。有一次上朝，朱雲公開向皇帝提出，希望皇帝賜佢一把尚方寶劍，讓佢斬殺一個奸臣。漢成帝問佢想斬邊個，朱雲直接指出當朝權臣張宇，認為張宇身為帝師，卻冇好好輔佐皇帝，反而令朝政敗壞。漢成帝聽完勃然大怒，認為朱雲侮辱朝廷重臣，下令將佢拖出去處死。當時朱雲被侍衛拉走，情急之下雙手抓住宮殿門檻，不肯離開，甚至令門檻被截斷。呢個故事後來成為朱雲截攬嘅典故。雖然朱雲冇真正打皇帝，但佢敢喺皇帝面前拼死抗爭，已經係非常罕見。更加接近君臣衝突升級嘅例子，發生喺明朝。明太祖朱元璋統治時期，對官員要求極嚴，經常因為大臣犯錯而處罰甚至處死。當時有一位大臣叫余太素，因為上奏奏章太長，朱元璋睇完非常憤怒。朱元璋本身性格強硬，對大臣絕不客氣，曾經親自處罰官員。有記載講，朱元璋曾經因為大臣犯錯，直接在朝堂上用鞭打、廷杖等方式懲罰。雖然呢啲唔算互毆，但可以睇到明朝皇帝同大臣之間嘅距離並唔似後世想象中永遠保持禮儀，有時甚至會爆發非常激烈嘅身體衝突。不過如果講真正差啲打起上嚟，最著名可能係唐朝宰相魏徵同唐太宗李世民。魏徵以敢言聞名，經常當面批評唐太宗。有一次指出唐太宗某些決定錯誤，令李世民非常憤怒。據《資治通鑑》等記載，唐太宗多次被魏子氣到，想殺佢，甚至反到後宮都憤怒地表示一定要殺死呢個老臣。但皇后蔣宣氏提醒佢，正因為有魏徵敢講真話，先證明皇帝可以聽取不同意見。最後唐太宗忍住怒火，反而更加尊重魏徵能夠將皇帝激怒到呢個程度，仍然係中國君臣關係中非常少見嘅例子。真正有可能發生肢體衝突嘅，其實更多出現喺皇帝登基初期或者政治混亂時代。例如東漢末年，南北朝5代十國，皇權未完全穩固，
君臣之間嘅力量差距冇後世咁大，有啲武將手握兵權，甚至敢直接威脅皇帝。因為古代真正決定地位嘅唔單止係名分，仲有軍隊。皇帝有天下之名，但如果身邊冇兵馬支持，大臣未必完全服從。歷史上亦有武將曾經對皇帝態度極其強硬，例如東晉時期嘅桓溫，掌握大量軍權，曾經公開干預朝政，甚至有取代皇帝嘅野心。雖然佢冇直接毆打皇帝，但佢同皇帝之間嘅關係已經接近權力對抗。又例如唐朝安史之亂後，藩鎮割據，地方節度使擁兵自重，有時朝廷詔令甚至未必有效，皇帝亦難以真正控制佢哋。由呢啲例子可以睇到，古代有冇人敢同皇帝動手？答案係有，但真正敢出手嘅通常唔係普通民臣，而係手握軍權或者擁有特殊身份嘅人。因為皇帝嘅威嚴其實建立喺權力之上。一個大臣如果冇力量支持，打皇帝等同自尋死路。但如果一個人背後有軍隊、有民望，甚至掌握政治資源，佢同皇帝之間嘅關係就可能由君臣變成權力競爭。其實中國歷史上最有趣嘅地方就係，皇帝雖然被稱為九五之尊，但佢並唔係永遠無敵。真正強大嘅皇帝唔係因為冇人敢反對，而係即使有人敢當面頂撞，仍然有能力控制局面，